条件哦。毋过你若无礼，今仔日袂成功。安尼礼有重要无？礼重要，礼重要。所以互学当时啊，慢慢啊，阮后有咧体会。过去前辈者，过去前辈者，因对即个礼受了足好，所以过去的前辈者拢会家己怀念，安尼哦，因对即个规矩和礼受了足好，因搁互因经理安怎调整，安怎要求，安怎讲较重的话，其实因迄个礼的物件，搁足重要哦，搁足重要哦。啊，所以因的礼的物件足